亲爱的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大家别烦心，来吟今仔日要吟的圣诗，请掀开新圣诗27首。新圣诗27首，我主上帝。老师。用心来学了咱的主啊！大家爱开嘴哦。虽然是真熟的歌，总是歌词无解释吼，大家请别烦心，用心来吟诗来过一摆第一节咯。我主上帝，神来，我主上帝，我拿手就拿荣耀。第二首这古圣诗就有诶，境遇好歹，变化无定，612首，612首。好，陈老师，咱第1节甲第2节各来唱一次。境遇好歹，变化无定。上帝
来准备敬拜赞美，请同工。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今仔日要点伊个蜡烛哦，就表示讲圣诞节都要到啊，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诞生，请咱大家起立来认识的学了咱的主。拍拍啊，来学了咱的主。当先心地我的心，我要学了主，亲像早时代的王。当先心地我的心，我要学了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我要学了主，我要学了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我要学了主，我要学了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感谢主，亲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王。当先心的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敬拜主，当先心的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王。当先心的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敬拜主，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王。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主。咱继续来吟耶稣，耶稣，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尽管你，继续拍破了主，和你的约，我们承受你力量的晨曦，我们等候你再来临王，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
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世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中盼望。耶稣，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世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中盼望。掌声荣耀尊贵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敬拜赞美他，因为他是和平之君里面的晨星，也是再来的王，也就是公义的太阳，也是未来我们的永远的盼望。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耶和华所赐的福是平安的福。阿门。点菜有时阵，咱会无了解为什么咱祈祷的时阵，上帝还是主耶稣无听咱祈祷，无达到咱的意思。总是咱爱知影，上帝伊的念头关过咱的念头，上帝的旨意上介好，所以咱是来照主的旨意，毋是照着家己的意思。所以咱我靠主就永远的盼望，咱的平安，咱的盼望是在伫天国，是永远永生的盼望。所以咱要有这种的信心，咱要有信心，咱搁低头来唱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我们寻求你，
咱所赐的一年。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听阮的救主耶稣，阮欢喜，你真做阮的和平的人君，真做阮的救赎主，真做阮一生的愿望。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主啊，你就是阮永远的愿望。阮知影，主，你所赐的是平安，你的平安赢过这世间。主啊，阮要一生一世来学了你，不管环境如何，境遇如何，不管这世代怎样混乱，主啊，阮单单来倚靠你，单单来仰望你。主啊，伫你内面有永远的愿望，有永远的平安，以及永远的福气。主啊，阮要来大声学了你的名，高举你的圣尊名，也要一生来跟缀你的脚步。感谢主，愿阮的敬拜学了，当互你欢喜。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一主日，咱要点着愿望、盼望、希望的蜡烛。伊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下，即互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亲爱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三甲来吟信息来学了上帝。信息第27首，我主上帝。信息第27首，我主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三甲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落你。你是万权恁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也是独一真的上帝。伫圣的主日，我要用敬虔谦卑的心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朝见你。感谢你奇妙的创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天地万物拢要讲起你的伟大，讲起你的荣耀。我是主你所拣选的，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互恁调恁出黑暗，伫伊美妙的光的土地。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感谢天父上帝赏赐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着世人的罪来降生。恳求主教示阮有敬虔谦卑的心，有受教的灵，互阮会当行伫主的旨意内面，帮助阮有较侪祈祷，帮助阮有较侪倚靠，互阮的心单单仰望你，敬畏你，互阮一世人来尊戴你。恳求主常常来提醒阮，互阮的心警醒。对明年马偕博士来泸州设教150周年，阮也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侍奉上帝，互在教会来尊戴马偕水的脚迹，传扬主的真理、性命甲道路，将全部的心志拢奉献予你。恳求主接纳阮的奉献。阮也特别为着教会兄弟姊妹身体欠安、心灵忧伤的人来祈祷。恳求主赏赐怜悯的心，互阮的软弱甲无完全得到医治，赦免阮的罪过，常常来祈祷。我靠主，经历主你的同在，做美好的见证，引带人来荣耀主你的名。阮将今仔日的主日礼拜交托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信神即时降临，伫所有兄弟姊妹身上，透过牧师的伫圣经的教导，互阮来明白你，较无你丰富的慈爱。互在同工甲众兄弟姊妹领受主满满的恩典，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大家来启应，启应文第22诗篇95篇，伫信息后面启应文1039页，启应文第22诗篇95篇，现着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界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献诗，请圣乐队来献诗。今仔日圣乐队要献的诗歌是《世间众人拢着恬静》。
谢圣乐队美好献诗来学上帝。咱再甲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14章27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14章第27节，是新约圣经第124页。我来读，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书第14章第27节，我用平安留底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伫互恁，毋是亲像世间伫互人的款。恁的心无伫背包，也无伫惊吓。以上。请大家起立，因主假是咱的祈祷文，同心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有赦免过犯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着叫阮脱离迄个拍的。因有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讲道，今仔日请国信牧师来讲道。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平安的福音，请大家注心来听。然后时间到，牧师。各位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主使用伫咱每一个心中，互咱知今仔日是大降节第一主日，大降节第一主日吼。大降节就是要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的进程来做一个准备。圣诞节来临的时的进程发生过的代志，就是咱要照安尼来行，来准备咱的心。特别是玛利亚，生耶稣的玛利亚得到天使的指示，讲你要怀孕生囝，要叫做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的意思。玛利亚承受不起，伊讲我还未嫁互约瑟，较会当腹肚内底有囡仔。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这就是大降节进程咱需要做一个准备，要搁到年底，要搁到伫庆祝耶稣的生日。到底耶稣的生日是毋是一个圣诞 party， 是一个派对，还是一个真的真实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虽然即摆看到足侪卖场，也是足侪百货公司开始有庆诞，圣诞的庆祝。我想这拢毋是真正圣诞的意义，这只不过是商业的行为，只不过是商业的行为，不是正统的庆祝的方式。安尼真正要庆祝圣诞，要庆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咱要怎样做？就是来到教会。所以咱伫大降节，咱就看到，咱已经有圣诞的布置，这个气氛哪来哪动？越来越重，就知道说，又到了圣诞节。无明白耶稣的人是用世俗的方法，伊讲这是一个 party， 这是一个舞会，圣诞的舞会，总是这拢毋是真正要庆祝圣诞的方式。耶稣来到世间，伊先甲平安赏赐予地上的万民。所以 Advent 就是讲大降节。有人讲降临期，有人讲待降期，就是讲等待耶稣基督的临到，所以爱点着希望，点着喜乐，点着和平，点着疼的蜡烛。咱看到有圣诞圈甲蜡烛，这就是咧等待耶稣基督的意思。这个咱有5支的蜡烛，有当时咱是用紫色、用白色，也用粉红色的方式，所以代表第一支代表希望，
第二代表信心，第三代表喜乐，过来就是仁爱。白色迄个蜡烛，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是即个地面上的光。所以大降节是教会真重要的一个祭期，是为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做准备。今年拄好有4个大降主日大降主日。那因为咱毋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有当时咱从迄个第4主日大降节迄个第4主日，变成是圣诞的主日。真正若要庆祝圣诞，伫正式基督教化的国家，因会伫24甲25来庆祝。但是咱迄2天拢无放假，所以咱会伫12月靠近圣诞节前的迄个主日来庆祝圣诞节，来称做圣诞的主日。大降节就是要纪念耶稣第一届来到世间出世伫伯利恒。第二，咱期待讲主搁再来的时，主搁再来的时。之前牧师伫基督会有带一首歌叫做《末日点名》，末日的点名。咱知影讲做学生的时，去学校老师安那爱点名，班长要协助点名。对国小到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嘛会点名。有的教授安尼目睭雾安尼看无，陈国成哟，有看哟，伊就讲就到了，其实伊拢看无。你毋知你毋通讲当作伊拢看无，老花期末的时候讲陈国成你都没来啊，同学帮你点名啊。其实教授都知道哈。他听声音都知道说每次的声音都不一样所以末日点名就是讲，当耶稣伫遐点名的时阵，我伫迄个所在，我也必在这个名字里面。点名是安那？要入天堂，若是要入天堂，也无我的名会安怎？我当我伫外口家己切齿，咬牙切齿，我可能就像那一个妇人。粒沙路甲粒沙路伫世间迄个布人，隔一条界线，一个伫阴间，一个伫乐园。耶稣来到世间，用路加福音第2章14节，咱做伙来读来。伫极悬的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华语我们再念一次，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伫极悬的所在，荣耀归于上帝，阳光归于上帝。但是伫地上平安归于伊所欢喜的人。在地上将和平，那台语是讲和平，那华语就是讲平安。所以当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就是有迄个和平，有迄个平安，互伊所欢喜的人。什么是伊所欢喜的人？什么是伊所欢喜的人？什么是耶稣所欢喜的人？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不就是我们吗？不然为什么坐伫遮在等待耶稣基督降生？为什么我坐在这里来迎接耶稣的降生？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有那么多的活动开始计划？不管我们是要圣诞爱宴、圣诞的庆祝会，或者是圣诞礼拜，在圣诞之前，咱拢是备办咱的心，备办咱的心，预备我们的心。谁是他所喜悦的人？那不就是我们吗？你甲边仔的人讲，你是耶稣所欢喜的人。耶稣所欢喜的人，对啊，所以你来到这，你的心要备办耶稣来到世间，耶稣无欢喜吗？耶稣无伫咱的中间嘛？所以咱就是军队基督的人，咱是听耶稣的人，这的人，咱拢是互上耶稣欢喜的。所以大降节开始咱来准备心，准备什么心？要食圣诞大餐的心。不要紧，备办咱的心，咱邀请
朋友，邀请亲人，咱做伙来享受分享耶稣基督的喜乐。吼，我想我上细汉的时阵，只要看到那个红包，看到有人送那个红帖啊，我就知道要吃喜酒，高兴得不得了，我就期待诶，妈妈迄当时啊，吼某某人要结婚啊，当时啊是迄亲情50、60嘿，你就看到表哥、堂哥，哇，小时候就不知道去到那里，哇，怎么那么多亲人？然后小朋友就开始吃喜酒，会吃到最后会有什么？人讲菜尾啊，较早流行菜尾，丸啊，对吧？得用迄箸串成一串，囡仔就伫遐走来走去，我有一串，然后我也有一串，所以很期待当那个喜帖，看到那个喜帖的时候，哇，你就知道，哇，有那个喜酒，就很高兴。所以圣诞节，互咱感觉讲有圣诞礼物，有圣诞的庆祝，咱亲像迄个第一届圣诞节天使，各样的人在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这是上帝代表来到世间，上帝指派耶稣来到世间，叫做上帝来到世间，甲咱做伙，叫做以马内利。所以耶稣是用平安、用和平来到世间，但是耶稣绝对毋是用政治的力量。当选举了后，咱知影讲，版图又在变化了。但是耶稣毋是用政治的方式，耶稣若是用政治的方式，伊就爱出世伫王宫。所以三个博士去到王宫的时，找无人。希律甲伊讲，如果你没有看到，再回来报告我，我也好去朝拜这个王。但是希律毋是好的心，所以耶稣来嘛，毋是要解决这个粮食的问题。虽然耶稣会当用5个饼2尾鱼来互5000个人食到饱，但是这毋是耶稣来上界重要的目的。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互人重新甲上帝和好。因为伊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互咱甲上帝和好。所以咱爱将咱家己本身的罪性，甲耶稣同顶伫十字架顶，甲耶稣同顶伫十字架顶。这才是真正耶稣来到咱的世间，将咱人的恶甲歹，拢甲伊钉伫十字架顶。安尼，咱的罪才会当得到脱离、洗清，才会当进入天国，才当进入天堂。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巴特，卡尔巴特伊讲，耶稣来到世间为着咱出世，是甲咱拢有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啥？就是咱的罪会当得到洗清，所以是为着咱会当得救，耶稣才来到世间。所以耶稣来到世间，这个发生的代志，伫2000多年，这个发生的代志是甲你、甲我、甲伊拢有关联的代志。因为耶稣放弃伫天顶的宝座，了后来到人袂当想象的马座。迄个放弃天顶的宝座是啥物？我想，每一个县市的市长、县长只有一个人。敢有人选举的想讲咱拢选伊，台南嘛拢讲选我，对无？敢有人咧做见证的是讲我的见证较歹，伊会较好，你拢投伊，敢有安尼？无。逐个人我想讲我是毋是会当选着县长？选着市长，所以愿上帝赏互咱，耶稣是放弃迄个伫天顶的宝座，来到世间。伫迄个马座，比喻伫迄个马座，是迄个博士找无的所在，是迄个星带伊到迄个所在。耶稣谦卑安静来到这个世间。圣诗326首，新和平上帝圣囝，
迄歌词第一节讲：心和平，上帝圣经，阮来就近你，来得你的疼，除去阮罪恶，的过犯甲歹来应计断。第三节佫讲：路途遥远虽黑暗，通快乐到即个终站。心和平，上帝圣经，阮来得你疼，是咱来得到主的疼。所以和平圣经就是指耶稣人子耶稣基督，即个人子啊，咱定读圣经讲人子来到世间，人子，迄个人的囝，就是指为玛利亚的腹肚出世的迄个耶稣，甲咱共款，耶稣的口，耶稣的腹肚嘛会疼，虽然耶稣会当行水面，虽然耶稣会当有迄个神性，但是耶稣来到世间的时，是真做甲咱共款，是有肉体的身份。所以借着玛利亚的腹肚来到世间，所以真做人的样相，迄个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上帝甲咱同在，甲咱伫地。咱若是讲物件看无，咱有时拢无要相信，无要相信。但是你若看有，你就要相信。所以耶稣是真正有来到世间，是有甲遮个学生做伙3年久的时间。所以耶稣带来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这个世上只有和平，才会当有平安；有和平，才会当有平安。所以咱看到战争，就互咱感觉真忧伤痛苦。佮特别过去，你有经历战争的人，就知影讲迄是一个真无安定的时代。我也听到伫日本时代出世的遮个长辈都讲阮读册时读到一半就爱空手，就要空死，就爱紧去米防空河，爱册有读敢若无读因为逐本时就爱米防空河。有当时爱疏开疏散，带刀车就爱转去庄骹，迄当时真正足侪行业，足侪无法度来完全来进行包括读册。所以咱看到乌俄战争，就互咱看对电视的画面，互咱去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艰苦、忧伤、死亡，以及人伫迄个中间的痛苦。以赛亚书第9章第60节讲，因有一个婴仔要为着咱出世，伊要成做甚物？伊要负担国政，伊要成做奇妙的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甲啥物货？和平的人群。所以咱做伙来读来，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要赏赐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奇妙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群。所以耶稣是要来，要带来和平，因为这个婴孩要赏赐给我们，他要成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永在的父就是上帝跟我们同在，主跟我们同在。那最后跟我们讲说，要成为那个和平的君王。所以耶稣来，迄个和平的君王，毋是伊要骑马去烧战，是骑驴仔入城。这以赛亚书是耶稣出世700年前的代志呢。耶稣出世700年前的代志。就预言讲有一个婴仔要为着咱出世，700年前，700年前当时1300多年前，对不对？好，现在2022嘛，那你减掉700，就1322年。如果1322年有人预言说，有一个人叫做陈某某，他要出生，他未来会在泸州教会牧会，哇，那就太神奇了700年前。700年前的预言，有一个婴仔要赏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要成做奇妙的魔术，伊要成做永远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群，和平的君王。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圣诞节已经成做世界历史上的大代志。迄个大代志真正意义是啥？毋是圣诞的 party， 毋是圣诞的舞会，
是上帝来到世间，甲咱伫地。所以，迄个以马内利就是上帝来到世间，为着你，为着我，为着伊，为着咱每一个人来到世间。所以是耶稣基督的同在，这叫做以马内利的信用。所以以马内利的信用，吼，以赛亚书7章14节，吼，咱做来读来，因为安尼，主本身要互恁一个调头，看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把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好，我们来华语读出来。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咱个边仔人讲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较早圣诞卡片，写要做以马内利，对吧？吼，即摆较无人咧流行圣诞卡片。较早吼咧有咧写圣诞卡的时吼，是写批最后以马内利，上帝与你同在吼，主赐福你。所以这以马内利这真做咱一个望记号，真做讲这是一个信用吼，上帝甲咱同在的信用吼。这位旧约的先知早就有言吼，毋是敢一节两节，是几啊节会当，互咱去看到、经验到。大讲这真侪经文会当来自先知以赛亚，因为伊要互咱一个预兆，要互咱一个调头。咱知影讲，拄仔咱读到路加福音2章14节咧讲咧讲这2章14节，这平安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就是军队伊的人，信主的人，无毋对，总是耶稣吼，耶稣。搁我互文道第一句话，伊讲啥？愿恁平安。所以咱甲边人讲愿恁平安。愿恁平安。今日招待的人有共讲平安无？有有。咱今仔招待大家分的讲平安，周报吼。有啥物需要服务吼？平安吼。所以咱伫教会，这平安是，互咱会当讲真世上真平常的事。耶稣讲这平安，对今仔日的经节来看，是无惊吓，是无有忧愁，无有烦恼，不要胆怯吼。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有这个和平，有这个平安吼。路加福音2章14节。但是呢，耶稣叫我第一句话讲。耶稣甲因讲：“愿恁平安。”这个文道激到要死，吼对。因为讲耶稣哪会出现伫我的面头前，吼，甚至迄个无看见的多嘛，讲佮要求耶稣，佮再一届互伊看见。所以咱看来讲，这个平安，耶稣讲要互恁无这个惊吓，吼，无这个惊吓。愿上帝帮助咱所传的福音。嘛是平安的福音，咱要传的福音是要互人无惊吓，无忧愁，无有烦恼。咱今日点到第一支的蜡烛，叫做盼望，嘛是希望。耶稣带来盼望，带来希望。这蜡烛有这个光，就有希望，就有盼望。耶稣的福音，毋是要互人伫绝望、甲失落的内面。所以，咱基督徒是要传这平安的福音，这平安的福音要互人有盼望，要互人有这个盼望。咱报佳音、甲庆祝会、圣诞的爱宴，所以咱伫这一系列活动，咱要传什么？平安的福音嘛。所以，咱甲边仔人讲平安的福音。至少我今日来到教会，我有人甲我请安平安。所以耶稣赐了的平安，就是耶稣基督的平安。耶稣的基督的平安，主耶稣对世界我特别赏赐互人这个救恩，这个救恩的平安，就互人有一个倚靠。这心内平安，咱毋免看外在的环境，只有以马内利耶稣甲咱同在，互咱伫世上。因为耶稣所赏赐的平安，毋是世间人所赏赐的平安。耶稣为啥物讲我的平安甲别人的平安无共款？
因为耶稣是经过苦难啊，耶稣受掠，耶稣受审问啊，耶稣受鞭拍。我也想讲，我做兵的时吼，有人去用关禁闭啊，关禁闭先有当时关7天，有人关2礼拜啊。迄转来吼，拍甲乌人啊！我规体格回来佫变足好诶。伊讲吼，我做副队长，拢做100以上，拢算100啊，无咧算10、20诶。啊，就互迄班长吼，照时间操课吼。所以你看，耶稣迄种掠去要钉十字架，迄是一种真苦痛诶中间，佮举即个十字架，啊，佮互鞭拍，佮互起笑。所以耶稣是赢过人甲伊陷害，赢过门徒甲伊放弃，耶稣诶门徒拢走去。但是耶稣最后佮勇敢来面对十字架，接受死亡。所以耶稣这平安是安怎？是经过真多的苦，真多才会人互伊加害在他身上这些刑罚。所以伊的刑罚甲逼迫，咱得到平安，得到医好。所以认罪，互咱会当带互咱平安。所以耶稣伫路加福音第7章的尾节有记载着耶稣甲一个妇人人，这个妇人人伊用香油用伊的头毛来抹耶稣，了耶稣甲你讲。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你的信有救你，你通平安回去。耶稣讲，你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认罪，互咱带着互咱平安。顺谈圣神，咱的性命就平安。所以罗马福音8章第6节有讲，我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神的才是性命平安。我们一起来念这是华语的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咱就爱顺谈圣神，所以保罗原本是要去亚洲传福音，结果伊来到迄个欧亚交界遐个所在圣神就甲伊引带，互伊去欧洲来传福音福音就带去欧洲去，爱哪去往那个亚洲那边走嘞，往土耳其走嘞。圣经学家说，他往土耳其走，第一个他就遇到很多的这些伊斯兰教的人，那再往那边走又遇到印度教的人，再往东边走就遇到谁？就对了啥？喜马拉雅山，足大的走动。总是相信讲你得去去对面来传福音，所以顺探圣神平安有活命，因为信心咱交托，咱就无这个忧虑，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将凡事所祷告祈求的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都告诉我们的神。神所赐的是出乎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来念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祈祷就是一种的交托，将你的祈祷、祈求、感谢，拢甲上帝讲，耶稣就成做咱的中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保守咱的心怀意念。最后，咱来传耶稣基督的光。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到第5节有讲，生命伫伊的内底，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但是黑暗无要接受这个光。有一个宣教师牧师，伊捌讲过一个故事，伊讲有一个人伊要坐船去横渡这个大西洋因为第一届坐船，一个船顶足颠簸的摇来摇去，伊就困袂去，真痛苦，规工倒伫即个
船舱的内面。啊，有一天暗时，伊听着讲啊，有人落去大海啊，有人掉下去海里了，啊，伊伫遐毋知影要安怎，啊，困袂去，啊嘛无法度甲伊斗相共，伊想讲啊，我甲这蜡烛来放伫这个船舱的迄个所在，啊，伫海的外面，看到一个电火，迄只船有一个电火照伫海面，啊，伫遐吹啦，讲有一只手伫咧海面，怎甲伊救起来？第二天，放蜡烛的即个人去到外面，听到即个互救起来的人讲啊，我无力啦，要沉落去啊！但是有人甲即个光放伫咧桶仔的外面，啊，即个桶仔的光照着海面，照着海的水面。啊，着互船顶的人看到我的手，怎甲我扭起来？原来光无注意，嘛会当救着人。有一个破病的基督徒，足想要往人传福音，啊，伊毋知要安怎传，伊就伫咧伊病床的边仔的桶仔，写真侪叫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啊，就甲这纸啊，就甲举去外口。有人捡着这个纸，讲上帝疼世间人。怎因为安尼来信耶稣？因为安尼嘛来信耶稣。愿上帝帮助咱。在圣诞节牧师期待咱会当邀请咱的兄弟、咱的亲人、咱的朋友做伙来咱的教会。所以圣诞节来到教会，才是一个真正庆祝上界重要的所在甲时刻。咱要传平安的耶稣基督。所带予咱的光，咱毋是要招伊食一顿饭啦定，咱是要互伊知影讲，伫耶稣的内面有平安，伫耶稣的内面有光明。所以无法度得到平安的福音的人，咱看到伊有需要即个平安的福音，有需要即个仰望的光来帮助伊。耶稣就是迄个以马内利，就是甲咱同在的主，God with us，上帝甲咱同在，所以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主，是甲咱同在的主。愿咱做伙努力，愿主的光来照亮咱，会当甲厝边、甲兄弟、三甲来享受，分享主的疼。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恳求你施恩帮助阮。主啊，互阮知主你来到世间是照白上帝的旨意。是主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囝来到人类所住的世间，来受苦，来宣扬主你疼世间人。主来到世间，诚做人子，诚做人的样式。总是伊经过死，搁活，将救恩赏赐予世间人，予信伊的人，予军队伊的人。将这个平安归予倚靠伊的人。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来传平安的福音，互阮将这真正平安的福音，互人去体会到。因为主你搁活的时，甲阮道讲愿恁平安。愿上帝施恩帮助阮，互阮伫这世间，我知有平安的主甲阮同在。有和平的人君伫阮的心中，主啊，恳求你，诚做阮性命的引带甲帮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的进度甲勉励，咱三甲来用信息来回应诗112首。平有好歹变化无定，请大家起立，吟来首。
请大家用感谢心来奉献，请所有的同工来出现。请大家起立，来用奉献的诗。请坐。请大家来读今仔日金句。记载自福音约翰福音书第14章27节。咱台语来念一遍。我用平安留伫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伫互恁，毋是亲像世间伫互人的款。恁的心无伫爬巴，也无伫惊吓。咱即马来第14章第27节，咱来欢迎咱的新朋友，副秘书的查某囝吼，简慧娟吼，简慧娟，都会当小，互大家熟知啊。阮真欢迎你吼，欢迎过来。咱老州长教会哦，阮大家来欢迎你。那有一个刘秀燕姐妹，刘秀燕姐妹咱嘛来欢迎，咱大家来用这个方式来欢迎你。拍波来欢迎你欢迎你搁继续来咱教会来聚会，咱来关心教会的事来，我来报告，小会公告，为欢喜庆祝教会设教150周年小会议决成立设教150周年庆典的事工分组。总召是小会议长郭新牧师主讲，以上署名传福音训练。第一，教会资料组组长是俊宏长老，主讲教会纪念册刊、甲教会文书资料、甲教会 logo 的甄选第二，活动企划组组长是秀兰长老，主讲是社区活动甲传福音的庆典活动。第三，礼拜典礼组组长是龙真长老，主讲设教150周年感恩礼拜，教会礼拜更新，教会服侍人员培训。第四，文宣公关组组长是肖真长老，
时间教会介绍影片甲相关的媒体更新甲创新，邀请各界贵宾。第五，总务财务组组长下林长老，各项活动费用甲人力的动员。第六，守望大道组组长李建牧师，时间全教会守望祈祷，举办培灵布道。第二，教会为庆祝设教150周年暨系列庆典的活动，举办教会 logo 的甄选参选的作品请亲送，也是挂号寄到教会办公室，收件的日期到今仔日今仔日杂志其他细节甲相关的规定，请看1楼公布栏公告，或者是干事来索取甄选的办法。第三，小会接纳洪志伟兄弟甲林家珍姐妹夫妇对仁义教会转会去到罗州教会。本会消息，今年圣诞庆祝会联合圣诞爱宴，伫12月25日罗州海霸王餐厅举办，欢迎兄弟报名参加，请伫1楼公布栏来登记。主日学的家长请甲小朋友同齐参加。为着鼓励兄弟，邀请久无来礼拜亲友、助理的人、兄弟、信徒甲传福音的对象，教会有编办邀请卡请大家使用邀请卡大来邀请。第二，圣诞爱宴奉献方式，邀请兄弟无限经验的奉献，邀请兄弟领导，每道5000块，奉献时请写明为圣诞爱宴奉献。奉献是个人凭感动、甲信心、甲甘心乐意，无勉强。愿信徒同齐为圣诞福音事工关心大道，奉献支持。第三，准备节目，12月25日主日举行圣诞节的赞美礼拜甲庆祝会，邀请各单位、家庭、个人提供节目，请李娟牧师来报名，报名到今仔日杂志。第四，因为各位信达哥赠送亲友的，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12月初是杂志，12月17甲18来领，请事先付款第五，12月初是后主日是本会圣礼典主日，定下礼拜9点，请大家备办心。第六，准备资料，各单位请召开同工会议，规划明年度2023年事工计划预算。准备2002年事工报告，进行资料收集。12月31日前交件，互小会审查2023年的事工预算，甲会员互会手册编辑作业进行。第七，每礼拜三暗时8点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第八，过节报告，请大家来看。团契消息，少年团契台语礼拜结束后，伫1楼举行例会，会后伫大风车餐厅举办年终感恩聚餐会第二，主日学伫12月初是礼拜结束了后，举行主日学同工例会。12月18台语礼拜结束了后，举办儿主领导力乐龄玩游戏的活动，邀请少年团契桌游联谊报名请会长庄雅典执事12月11日报名查址。我补充一下，咱同心团契伫12月初是后主日结束了后，伫阿庆海鲜餐厅举行12月份的例会甲年终感恩餐会，伫咧长兴路276号。那咱为着机体相通来看第一，咱教会听会姐妹个别礼拜定伫12月10日礼拜六上午8点，伫台北市第一殡仪馆怀德厅举行礼仪甲个别礼拜。了后前往第二殡仪馆举行火化礼拜，最后前往阳明山举行火葬。愿主安息听会伫新天新地安息因外，愿主安慰正为主的心，加小编办交通车。若是专程参加的，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咱为着教会集体来代祷咱为着玉君姐爱玉姐、来生兄、甲苏德长的妈妈、淑芬姐、
芬梅姐、文姐囝恩琪，甲龙中兄吼，志娟姐、丽花兄吼，还有林英姐妹吼，脊椎骨开刀吼，咱为着伊来特别为咱的机体来代祷，咱也特别为着12月24日暗时啊，圣诞报佳音，12月25圣诞赞美礼拜，12月25伫海霸王餐厅的圣诞庆祝会甲圣诞爱宴来祈祷，也为着明年泸州教会设教150周年祈祷，为着教会异象、子民卫生宣教福音来祈祷。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今日云里来伫咱中间礼拜吼，咱继续替祈祷。12月10号透早8点要伫一边吼，来举行个别礼拜。咱兄弟若有全程参加吼，就是讲伊伫一边入殓告别礼拜，然后会在二滨吼，我伫二滨吼来举行火化，然后会搁去阳明山吼举行这花葬吼。如果你有全程吼要参加，请你伫1楼公本内登记，遗嘱会甲咱安排车辆。昨圣歌队已经有统计吼，所以若请同心团契啦吼，想讲有个人吼要做伙参加的吼，全程啦吼。如果是没有全程，那就是大家看有去的人，咱看要做伙消灾，也是安那吼。咱继续来为云里来关心吼。圣诞节咱的爱宴吼，有做邀请卡吼，因为可能用写的，大家拢可能看到无安尼详细吼，所以咱有准备邀请卡吼。你先伫下骹报名，报了后，即摆咱的团队组的同工会开始整理名单，整理了后，伫12月12月最晚18号会给你一张邀请卡，邀请卡。那你摕了邀请卡呢，才有咱教会甲你邀请，咱若是会友兄弟姊妹，咱摕了邀请卡，会记得迄天12月25号，你爱摕邀请卡，然后去海霸王餐厅，你去做伙爱宴的时阵，嘛有工作人员会看你的邀请卡，邀请卡，然后会甲你带去你坐第几桌，坐几桌，如果我有邀请朋友，伊会根据你邀请朋友迄个名单，看你有几张，互你。你去的时候，你要共邀请，你就讲王大明，你甲写伫遮甲伊王大明平安，教会甲你邀请嘛我要搁邀请伊嘛，我就搁写我的名伫遮谁敬邀，就互伊。伊到时阵去到会场的时候，嘛是凭这张卡入卷入场。因为咱的同工无可能知影每一个人的，咱无人脸辨识所以我们凭卡片辨识咱无迄个人脸辨识咱只有凭卡入场安尼听有意思因为即摆大拢挂口罩，你甲迄个伫遐啥物人，有知影分别袂出来所以咱就是靠即张单你的朋友嘛是共款用即张单所以咱咧写的时阵尽量留名尽量莫讲陈国成等5人，那5人是谁？然后邀请卡没有办法写等5人所以尽量是有人名人名是要互你知影讲，咱要分桌啦要安怎分桌较好分。你若是有讲我等5人1号、2号、3号、4号、5号，我要甲因做伙坐做伙。然后你伫咧写的时阵，就大家写做伙，甲伊框起来甲做一个记号，甲伊连起来，你会当参考国祥长老写了真好他就打了一个括号这个10人，我们就是要坐同一桌，来工作人员就看到伊就甲你迄个所以这个写作业程序因为这迄个咱同工嘛该分桌遮等遮的迄个。若是有助理2的老师咱会记得讲小朋友要参加无大人带，咱就尽量讲不要紧老师甲伊带去。若有大人甲伊带去，安尼是上好，因为遮到餐厅嘛要甲伊行路一段距离啦
所以咱到时阵吼，伫交通顶面大家互相协助。会记得12月25号哦吼，甲边仔讲12月25号吼。好。咱三甲来上音马变诗，信诗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大家起立选手。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